卫生新北市校园发生挂颔棍的命案，造成一个国三的学生囡仔王成即嘛变成政坛攻防的焦点。民进党新北市议会党团昨甲校友议化讲，赶紧等来新北市保校园安全网。这个南亚全力反击，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呢，就开记者会讲，这个针对执政党甲民进党的立委范云，原来今年1月份有国立的高级的这个学生呢，要去毕业旅行，出发前学生被要求要拍开行李和教官检查。范云接到消息了后，批评讲这是校园维权的典现。还有一个网友讲，伊认为这个学生的死，伊冇责任。呼吁侯友宜市长，应该要赶快回到新北市，来跟大家讲讲未来要怎么样检讨。民进党新北市议会党团28号做伙向校友议化，紧转来新北市，甲国中生挂颔棍案校园安全的这个破网补起来。新北市全国治安满意度也从2020年的第9名滑落到2023年的第18名。3年内涉及刑事案件的青少年嫌疑犯成长将近1倍。侯友宜市长毫无作为，还敢大放厥词。挂颔棍案，互干那国三的学生失去了性命，这嘛真做总统政见会上尾成为攻防焦点。立言针对治安来拍校友谊，不过拿牙嘛全力反击。范云委员有没有出来讲一句话？大家看到你当时要求不可以让老师来检查，不可以让这些老师来管理的时候，有没有想到今天受害者或者是受害者的家人的心情？原来今年1月有高一个学生伫咧毕业旅行出发进前，互教官要求爱拍开行李互检查。范云当时接到野了，主动召开记者会，讲说是校园维权的表现。还有民众也提出批文讲，学生的死范云有责任。范云委员等这些民进党的委员，很多都是真正是社会安全或者是校园安全的破口。校园的运输甲安全要如何两全？因为国中生的命案，高正做讨论的焦点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 频道。